乡亲好，欢迎收看出名台会，我是汪小琪。大家看到我伫下后背咧柜台片嘅空间哦，其实就是推动球界动势过讲。到今日日台体痛了后，因为体质危险，所以学校赛走咧，是寸到了地土体都按用放下咧，佢个面积唔会小哦，总共有8公顷人安多。按法嘅土体咧10多年咧完全放脱冇利用，也变做咧个体缝档咧个沙气洪，个咧个危险个气味啦。其实呢，动作之前都有讲，两片运算来做那个客家多功能嘅燃气来使用哦。不过，那个讨论也有动年嘅，到了今年呢，在先锋有改变，改做教本那个教育区来做那个教育嘅新业气味咯。那个消息传出来，对地方居民来讲，那个想法系入到地方交通么？地方嘅居民就接受么？系讲真紧，我哋落实做教育燃气，又会做哪种内容？就系真紧对地方嘅发展系有实质提升。今日出面台会来到推动嘅动势提起，为求到那个客家乡亲还有主要嘅相关单位共下来讨论。你哋行人批去到开会嘅现场。开会了。好，欢迎大家嚟下听听讲头来到开会讨论嘅现场。好，杨批为大家绍介今日咧参加嘅来宾，第一位呢绍介系推动市政府教育局嘅局长潘富燕，潘局长好。大家好，我是教育局长潘富燕。第二位来宾咧绍介系推动市政府客委会嘅主委刘芬基刘主委，你好。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分享主委，第三位来宾，你绍介系财体嘅罗义然嘅吼，推动型义然苏庆云苏先生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分享抢错，动势财体里边嘅客家乡亲关系到你客家产业嘅发展，还有到大家客家文化燃起去做可能做得燃烧做得控台模，那个议题其实讨论咧也有10多年了哦。你先透过下辈嘅新闻样片来看下，那个求嘅动势过讲，能摆机会行到哪危险呢？921以后，它就荒废掉，然后就没有人管理，所以它规个像废墟一样。有些不良少年其实他会进来里面吸毒啊什么的。建筑物封起来嘅封起来，草生到弄高高，也叫规整。叫2日天通了後，舊東市高工就荒僻到了下。本來到6年前，市政府就要規劃使用。不过，沙涵停留头规划阶段并冇通工。既然他们要有规划规模出来之后，他们却没有动作，只是在给当事人说啊，他们想要做这个规划，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动静。占地8公頃外嘅舊東市高工，本來係要規劃客家燃料，連校門口前嘅路面也改做燃料機。不過，同地方討論了後，認為該用多功能客家文化園區較合乎需求。而下先前嘅計劃係愛打造變做信仰教育符合式園區。所有的地方鄉親都認為也相信，這個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即將要實現。那突然之間，一夕之間，今年我們聽到說，市政府不做了，要把它改成所謂的實驗教育的一個校園。那其實這個第一個，對於原本投入在这里面的行政资源就是一种浪费。第二个，你要更改这个重大建设的内容，是不是应该做好相关的沟通、征询，甚至是配套？政策改變，本立委黨本晚也本地方嘅其他有無呢？不過也有新議員認為，將舊東市高工做客家文化園區使用。同本來嘅東市客家文化園區，還有土窯客家文化園區，還有天位差唔多，資源重複嘅情況。
因为客家园楼既然已经不成了啊，然后客家文化园区3层跟那个石冈已经有了，那这个要来作为那个实验教育的园区哈，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就是现在就是趋向也像我是太平区的议员，然后我们东边有一个实验教育的学校，那你来培育这些师资，那可以更就是说让未来在实验教育这一块会有更好的那个发展。支持同反对嘅意見，當場攏有其嘅道理。不過蔡thị鄉親對於舊東勢高工非法利用嘅期態已經相當嚴厲，完全透過充分溝通、細節生態公約書，相信係市政府必須要面對嘅課題，也將唔辜負各黨員關於財產處嘅互相包容。好，你看到一个空间又好好利用，就有法的可能，是讲没有利用，它就变成废墟。那一个空间有利用跟没有利用，跟地方上的这个动态还有生活发展的关系是牵连很深的。所以看到那个旧嘅东西故宫哦，其实这个面积有8.2公顷，了到一个河高嘅展区来讲，那个面积是阿曼台的哦，做在做动态利用嘅空间。其实呢，佢创造嘅时间也就70年安度，係個落嘅河高。不過，條架樣片又少改多，叫而啲體統了後，因為佢係順向波，到地理方面又係完全風向嘅問題，所以咧學校駛走，所以咧個橋嘅高起8點，咱講起就按用風體風到了下，其實到今年來講也有17年了哦。不過呢，咧17年來體風黨太提入一個主流的意見，就是會認為說這塊地方當時在市政府的一個承諾之下，是將來有可能成為客家多功能使用這個方向去發展的。而流咧，大家都會按樣相信，按樣想，不過冇想到先鋒到今年是改變佢個使用嘅目的。看到最新到了哈，要做成一個實驗教育複合式的園區。剛剛立委有提到說，一個重大的計劃內容，如果它要變更，而沒有透過比較詳細跟居民的溝通，讓在地居民產生期待上的落差的時間，了方面咁唔達得嚟溝通哈。我問題先為請問應該劉主委哦，劉主委，這個議題其實大家相信期待10多年來都認為它會做客家性的發展利用，不過用辦先鋒到今年都改變。你就地道了解消息麼？地道的時間為貴做了解教育園區，才主委應該想法。你的想法是覺得接受的嗎？還是你的看法如何？東勢高工的舊址跟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就這裡，太重複了。不是，是要2個選一個啦哈。哦，這樣子那對，那評估起來的評估報告裡面的結論是說，選這裡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呢，因為它結合東勢周遭的街道景點。還有它的這個文化，所以呢，它來做多功能的文化園區呢，是對東勢地區的發展呢比較有實質上的幫助。不過，這個客家文化園區早也就成立在這裡。那至於荒廢的舊東勢高工，在以前就有倡議說要來做客家文化園區，所以一開始他們的設計目的並沒有重疊。反正如果是好好設計的話，不會嫌多啊，怎麼現在反而覺得它重複性太高？因為嗰時民國18年都做那個初步的評估時呢，是要講個東勢高工的丘址呢，就起那個客家園樓哈。係錯。那個時候的中央的客委會的黃主委就直接就公開的就提了哈，他說客家園樓不代表不怎麼樣的能夠代表我們台灣的本土的客家的文化哈，所以就先否決掉了。然後在去年呢，我們在新丁在這裡辦新丁板街的時候呢，那個時候的中央的客委會主委劉慶忠劉主委呢，也當場也有提到，他說這個同質性胸寬呢新址了，太挖了，挺多嘞。第一苗栗呢有我們中央的銅鑼的客家文化園區，苗栗縣政府呢就有客家大院。那麼呢，沿東勢嗰啲呢，就沿東勢嘅客家文化園區。所以又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又有土牛的話，又再加一個土牛嘅客家文化館。所以再加上一個舊的東勢高工，如果再做客家就太多。距離都很近哈。同質性又蠻高的。謝謝主委。那我們要請教提出這樣一個計劃需求的需求方，教育區嘅潘區長，請問一下，到底要嚟到教育嘅市區，係比起咧下客家文化嘅市區較強嘅？我同大家講哈，考慮哈，東勢這個高工的舊校區，它原來就是做學校用，所以它有很多的校舍了哈。舊建築物。就以
学校的建筑来讲，它就是校舍的建筑。如果同样要做新的基地的改造，再盖一个新的客家园楼或是其他的建物的话，要把这所有没有问题的学校，因为它已经经过921了，没有倒啊，大概12栋里面有2栋有问题，把它拆掉之后，另外10栋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做学校用的啊。那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其实盖一个学校，它不一定是特别指哪一个实验学校，它其实就是一个实验教育的文化园区。所以我特别要澄清一下，当他做一个实验教育园区的时候，这个园区8公顷，它会像一个公园，没有围墙。我们东势乡亲很快哦，我们不必等到客家文化园区，我现在在第1期3000万的工程，它就马上会变成公园。所以它不是那么狭义的教育上课用的学校，是园区型的。它是一个园区，而且是开放公园型的。那至于原来已经在的那个10栋没有被拆的，大概我们花一点钱整建之后，它如果有公办民营的学校来经营，各位可以看，我举一个例子。宜兰有一个学校，它原来才126个人，经过了那么多年大概8年左右，它变成768个人，来的人全部都是外县市的，所以它增加了快要2000户。所以局长，您的意思说，如果将来这规划名字是叫做教育园区，事实上，如果我们客家乡亲要办相关客家文化的展演，一样是可以在这里办。它是一个开放的园区。那我请教一下，那经过这次政策的变动，那地目上要改变吗？以前是否客家文化园区用，那现在又变教育园区啦。这个我们也谈过了因为它在功能上，它本来就是多功能的客家文化园区，它原来也是学校用地跟大家做个报告。所以地目上没有太大的限制。好，该数亿然，请问采议会当还有民间出面代表代替捆绑用很用办法，还支持哪一种方案？比较支持哪一种方案呢？东势高工这个用地荒废在那里所以我就提案了。那县市合并之后，我这提案也当面向胡志强市长争取，他也答应了。对，本来他是要做这个园楼。到后来，因为高雄有嘛，苗栗也有，所以就改变方案内容。客家多功能文化园区。所以议员，你觉得要再做一个更好的客家文化园区，其实可以利用新的场地，要做一个更好的，甚至比它更多元。那当然了，功能不会重叠。我们所谓的这个多功能，就是说有静动态的展演馆，有多功能的视听馆。那你刚刚强调多功能，刚刚我们潘 Q 总工潘局长讲，虽然是讲教育这个名称定义是这样，可是我就是多功能，是欢迎大家一起用，这样子你可以满足吗？这个无法去处理了那你需要就是说，包括研习馆，包括有国际级的会议室，包括有美食区，另外还有龙头城区，这个整合起来，所有的3层都好。而且对土牛不会影响，土牛是历史建物，它是一个伙房，是历史建物，完全不会重叠。谢谢苏议员。所以如果真的要来规划地方的发展，那个目标要明确，要做客家文化园区，就好好的来施展拳脚来做一个好的客家文化园区。如果全部的目的都混淆在一起使用的话，其实是不是会分辨不出它那时候做出来的水准？大家采题风格向前，你都想法是嘛个hin哦，你都抢搞大家意见，那个线上系冇？今日多功能文化园区的是，过来个配合个林业、个博物馆的院校，对东西的观光，对不只系对客家文化的接近，对东西的经济呢，观光呢，要带来动态的经济一个商机。另外呢，市政府也一下来讲，冇个对中部的客家文化。对东西地区的经济呢，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线上跳下该主委就讲，太多的客家文化园区性质都太雷同，叠床架屋，不会有更好发展，还不如就好好做它。其实土牛客家文化园区，它是40年后要还给刘家。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呢，它是跟产权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产权有那个火车站的，那个铁路局的，也有那个国有财产局的，是非常的复杂。你要取得的话不容易，
是，好，谢谢你，这位先生，请坐。所以就永续利用的可能性来讲，这个旧的东势高工的这8点多公顷的校区，它的产权干净单一，然后现在已经无偿拨用，从中央交到市政府。市政府在过去的政治承诺里面来讲，也要交付给我们客家乡亲好好来经营客家园区。那像一系转变政策，到底能不能交代的过去？现在是在地乡亲想要提出来问题，还没有签署毅然要围绕你的表态下意见。我希望讲，他这摆中吼。是在规划客家土园楼或者是客家文化园区，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整合，它以这个太埔文化为主体，因为这边有外省人，有福隆人，还有新住民，还有原住民的这个族群。希望讲，如果说用这个客家这个园楼或者客家文化园区来整合这些所有的族群的一个文化，就像头前苏议员讲的，我们可以规划一个国际级的。所以你是希望这个国际级，你会寄望在旧的东势高工校区来实现哦？其实嘛是在同林业博物馆像林业博物馆来做结合。为什么？因为它那个腹地大。刚刚有讲我们刘主委他的这个土牛的那个客家文化馆也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再推到国际级的，跟林业博物馆，还有我们大甲溪生态植物博物馆还有我们就是生态园区一起做结合，让全世界的人客来利用寻根，还有过来利用大部分的人都打拿做务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水果农产品做品牌做行销，太极家有做这样的品牌，我们政府来协助他们把这个水果品牌来行销。包括到国际，让大家有钱赚，这才是重点。谢谢李冉小姐，请坐。所以数量不怕重叠，是希望在功能上做出区分。还有用请朋友为发言。今次的议题我自己的看法有3点的建议。你想讲？第一点的建议，运动爱改的客家园楼一定要去，无去咧。讲正经的，政府的莫骗来啊！是遐咧，是新移民啊。听一点，我感觉咧，那无咧，无爱去咧，客家园楼嘛是得将咧东西咧公家机关全部的机关咧，怎样搬上去，Q 的咧东西高工，然后咧 Q 的蔬菜，我认为本咧外地咧后生人转来故乡来创业天气。第3点。正经讲咯，南园路买咧，高工咧去，我个认为咧片，东西咧客家文化园区拄到咧仓库的边存咧一块咧边去，建筑集中，带动咧人潮，促进咧商机。以上来看法。好，非常感谢。那我整理乡亲朋友的意见，我请教我们的刘主委、主委，向前他可以讲起来哈。记得希望看到介客家人去本台黑市政府都讲新拢讲会做诶，承诺上政治的承诺是一个。那第二个，他们会认为说，其实数量上不重叠，只要在功能上做好区分就好。大家听起来，他们还是希望在心目中所理想的那个多元功能的，然后真正有巨大力量的，更能够传播客家文化的那个园区，好像还没有真正实现诶。这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在他们来讲表现还差一阶。那如果现在又有一个产权完整、腹地圆满的这样子的区域，他们很想好好利用啊。记得改赏林，你有谈到吗？头先讲了吼，其实呢吼，按照上来做，其实我刚刚提了，东势高工就职，把它变成一个实验教育复合园区。它里面也有可以有客家文化的生存的地方，可是变附属的没关系，对，都可以。它农特产品什么的，它里面也有什么这个国际级的会议室等等之类都会有。所以那个内容那我们现有的，现在我以客委会的立场说，我们现有的东势客家文化园区你要怎么去把它扩大来经营？潘球总爱的抢门，其实动都改用庆谈到这个实验教育复合多功能园区，听起来很空泛的这个词，完全不了解地北斗台会做嘛改，抢门斗台会做嘛改啊？如果我们只是建一栋楼，或是一个园区，然后委外经营，那还不如让这个园区是活的。怎么个活法？我们这里面的课程，这里面来教的老师，都是我们在地东势的，不管是耆老或是活用语言的人，他可以进到我们的公办民营的学校，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我们如果要现在的学校推动，
那个都很散见，在每个学校都没有力量。我们让这一个公办民营的学校，它这个学校要把东势的园区，这个园区的客家文化要当做一个传承的主轴。这个对于我们只放一个空洞的可能一个建物，我怕大家会觉得如果有文化实际的传承比较有力量。再说刚才议员有讲到，我们以后会不会有类似会馆啊、中心啊都有，因为以后会有很多的各县市的人来研习。它这个是我们跟教育部合作的方案。初期今年我们就投资3000万，让它变成公园化，打造一些围楼，马上就可以很快年底之前，很快大家相亲就可以去做对 Lucky Zone 啊。未来还不只有教育的用途，我们还会有一些长青学院在里面。如果这样整合起来，各位看到现在要找长青学院很难。最近有一个区啊，为了抢长青学院的课程抢不到。未来我们东势高工的园区，我跟市府这边，我们都是一个团队，不会说我们就拿去自己弄。不过做出来嘛个内容，乡亲朋友利用的 demo 也是大家关心的吼。你也给谈乡亲朋友的意见好冇？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也要发表意见的吗？请举手。个人看法的时候哈，因为你要学校按多啊，我们在那边做的时候哈，可以讲台中地方，包括讲俺对面的时候系中式林业文化园区啊，所以讲因为也是嗰当时的时候讲做客家文化园区，你啊市政府都讲佢也上过实验园区，所以讲俺头东西太桥湾，俺东西地方嘅人不慢，所以说东西太桥讲嘅是俺要书记一个排就听市长好重视，唔好疏忽个，俺为一个太普靠强嘅客家人。好，先感谢李总，你抢错。谢谢。我请问这位大哥，那刚刚局长说了，其实它的界限没有那么封闭跟狭隘。虽说是做实验教育园区，但是客家文化也可以转成课程在里面发芽发酵。人家凤冕，你客家勇气，他会不会起到习近平背叛了你们，没有给你们承诺吗？那像站在本土的社团立场啊，当然係100%反對啦，哈。還是反對？還是反對，就反對哈。你最起碼當時就彭科長講嘅效益這麼好，我想課委會之前規劃的那些專家學者寫得比這個更好。所以一樣可以規劃出很好的課內容。今天政策一下轉變，對東勢的客家鄉親的傷害是很大。是，那它轉變了一個重點的說法，就是說，這個重複性太高，客家園區太多了，變成文字館，您接受嗎？並沒有。據我所知道哈，當時的縣級縣頭東勢國公司，這個火車站是定位到叫做旅遊中心的轉運站。這應該收地㗎嘛，因為那個產權很複雜，是有鐵路局有國有財產局的部分，所以包括市政府也沒有投入很多的資源在這邊。所以當時定位要轉換到叫做東勢的旅遊轉運站。就包括配合的林業文化園區，包括客家文化園區，甚至我們古關那個溫泉區，這個就是做一個轉用在這邊。那我請教，如果說在地的很多的客家鄉親認為舊的東勢高工那個原址還是應該要落實過去的承諾來做客家文化園區，請問你們想做什麼樣的客家文化園區呢？我想啦，以站在客家協會的立場哈，當然是以客家元素為主嘛哈。當然當時聽為嗰個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所以我們也不排斥其他，所以講我們在議會的時候建議市政府更多的附屬單位成立多兩了，包括市政府服務人員的研習的中心也到這邊來，包括公園，這就我們空間的活化就在用，係嘛？第二個講空間多層的利用，但是主體應該在對，還在客家元素在裡面啦。兩人講這把了教育局部是客家就等於是講漸漸被消失掉了。謝謝，我們還有其他鄉親朋友要發表意見，這位先生。我是覺得，因為那一塊有8公頃的土地很大。那原本的樓，它雖然說有部分是圍樓，但是如果是沒有圍樓的，還可看利用的，對，可看利用的，我們可以把它整合起來做一個青年創業園區。那所謂青年創業園區呢，例如說台北有松菸，高雄駁二，那我們台中還有20號嘛，還有20號倉庫。對，那一種，文創園區呢，在東勢也是沒辦法使用，因為東勢的人口很少，它只有51108人，再來人口老化相當的嚴重。所以你的意思說，重點要利用，倒不是一定要做客家文化園區或者是教育園區。因為他如果說我們把那邊以政府去做莊的方式，讓它當成店鋪，一間一間的出租，甚至打通，那麼出租的金額要低，可能1000塊、2000塊。例如說像20號碼頭，它是不需要租金的。對，但裡面有一個他們的管理委員會，只要
你审核通过了，我们就让你们进驻。好，其实大家对那个素材如案完成，大家有动作嘅想法都会提出来，因为先下等一下个准备，过来谈其他嘅菜题，因为动性嘅客家用起，有哪条想法就会建议来向下讨论的。大家嗰陣到出面睇會嘅討論現場，對當時提起那個橋嘅當時個講安完整嘅土地哦，大家會用利用都有幾個千金到想法，因為嗰類堂鄉親朋友有哪條困法？東旗以前是東旗街啦，結果現在呢？現在就變成這條是元樓街啊。元樓在哪裡？元樓在裡面還是在？安泰街教研地擺，上班客話要居民來入平運通。舊董事高工雖然荒僻，不過還係變做賦權居民嘅發通空間。市政府希望未來入片是在做兼顧客家文化同教育需求嘅土地利用，本董事嘅發展更加多元。不過鄉親認為，點解發展愛同縣還有面嘅規劃也帶入來，將是在進行帶動地方發展。不管是做客家園樓或客家文化園區或教育的什麼單位使用，我覺得其實都無所謂。但是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要跟當地東勢的產業來做連結，好，東勢在地的，就是說居民好做一個溝通也好，就是說起碼說可以帶動地方的發展，或者是帶動地方的一個商機也好，而不是說你今天帶人來，好到了這個園區或者是到了這個未來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是就是說人帶來了，遊覽車來了，人又這樣帶走，我覺得對地方是完全沒有幫助的。地方其他嘅舊董事高工嘅規劃，是在本董事嘅發展有更加好嘅未來。不過呢位提倡，客家元素必須要強化，將是在凸顯菜體特色。原本我們也認為說，這個應該會是新政府在浪漫台山線上面，在東勢這個地點上面一個很好的一個搭配點，或者一個客家亮點。結果現在你把它拿掉了，那請問浪漫台山線裡面還有其他的客家亮點嗎？或者新的這些客家建設嗎？放棄按當然嘅教育，完全打造有菜體文化特色，有效利用呢條嘅功能性空間，必須做整體嘅考量同規劃，甚至要同思維表態到規劃三項世界區，將是在同資源做充分串聯，提升日期效果。好，因为地多了台推重提起啊，山海屯大台中就有49萬的客家鄉親。其實東勢呢，又是我們大埔客文化的重鎮，有相當多豐富的大埔腔的客家文化在這裡醞釀。所以菜體鄉親都講對了解燃氣，對了解環境空體嘅利用，有動作嘅想法。不過數依然愛搶門哦。其實了下台體群起了了推重市政府，記到政府嘅態度，他係講做了解教育多功能性嘅。所謂叫做多功能，就是客家也能用嘛，不一定要那麼執着，就是要單一屬性的客家文化園區。台體對安用嘅講法，你讓你便宜接受麼？還係困法係嘛嘅？東勢就高工啊，那麼它已經荒廢那麼久啊，那多功能文化園區啊，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是一個指標啊，指標性，因為現在是少子化，那很多像今年的招生啊，有一所學校1年級只有一位而已。所以蘇議員看到這個台中市教育局的統計，那個學生數都是年年下降，現在是少子化，學校很多都要裁並廢了。那我們多功能客家多功能文化園區，它有研習館啊，什麼都有啊，都多功能嘛，所以那是非常合適的。而且跟這一邊的不一樣，這邊是鐵路局的土地，而且邊店是綠地啊，你建築法沒有鬆綁，你也不能去處理，所以我們還是支持這個大埔客啊，唯一大埔客集中地。那麼集中地在三城地區，那三城地區有一個地標，有一個意向圖，就是客家，所以這個我們是非常期待啊。不過，那主委我要請教，我們台中市的客委會有這樣多的預算，有這樣上位的計劃，可以做到它像這樣，又有國際型，可以吸引到北南的這樣客家鄉親來，我們到底的那個規劃量能可以做到那麼強嗎？那我們客委呢，發展按東勢啊，按考慮到係人客。按用熊來引進吸引人潮啊，到東勢啊。你說來東勢沒有消費，也不曉得東勢要哪裡去觀光，去休閒，去享受、了解、接近客家文化。所以他們想要一個豐富的園區啊。對，那所以呢，還是有它的難度啊。
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多功能园区我们就想到这些，想到最后我们是很担心，就变成没有功能的园区，变蚊子馆去了。对，所以我们才会提说，好，我们来从东势客家文化园区，我们来做扩大的营运来经营。那土地的部分，这个范围呢，我们都跟相关的一个管理单位呢，我们来接洽。那么另外呢，浪漫台山线，啊，已经是从这个桃园对拉到我们台中的东势来了，到东势到石冈，尤其是以东势为主。所以呢，你浪漫台山线到达东势以后呢，那么按照客委会的这个主体呢，当然就是要呈现客家的元素。好，我延续主委讲的一个重点哈。虽然我们在地的乡亲很期望我们大埔客有一个多功能的客家文化园区，继续发展大家的梦，可是经营一个园区又很简单么呢？吼，动困难，你都看一个数据哦，看到了哈留言个现场，看到该长修偏就该动势个客家文化园区，给挑个该火叉挑，它的建筑物也是美轮美奂，经营也好多年了，现在是委外再来规划经营哈。不过大家去做了又辛苦莫辛苦，辛苦唔辛苦，那看简单个里的哈。我们举台北，我们举北部的客家文化园区，它都属于县市级、层级的单位。看到三峡的客家文化园区，它一年有多少人去参观他们的客家文化园区呢？看到北部的三峡这个，在103年的时候，它有92万人次去到那个园区里面，不管是参观、游玩还是学习也好。那看看我们东势的客家文化园区有多少人去，好不好？有多少人？19万，19万对92万，那是差了将近5倍的人数。当然，这个可能园区馆舍的层级规模有一些不一样。不过呢，作为县市层级这样子一个管辖单位，还有我们在这个旅游动线上，都在浪漫台山线上，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一个园区到底要做到多丰富，吸引到多少人。虽然说它还有一些评量的指标，那看到今年也在去年104年也是一样，都有将近5倍的悬殊。听人讲，每天应该继续请问应该留主位啦哈。乡亲朋友推下去讲到，好。Q 该动谁够够，那是一个未定之天，大家是有一些期许可以谈，没有错。不过就我们手边现有的资源，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它的经营的成效，怎么样把我们大埔客的客家文化很具体又很丰富的凸显出来？不过刚刚听到第一轮的讨论，都觉得做得还不够好呢。从这个参观来源的人数来讲，好像也比上不足。所以是不是我们客委会的在来年或后年永续的这个规划中心，如果不再盖一个新的园区，你们的重力跟还有重心跟精力会要怎么样来把这个园区做起来？那以东势客家文化园区为主体，扩散到我们的东势老街的规划整建，到客家故事馆的新建，你要把它做大，对，把它做大。整个东势呢，我们规划的范围呢，等于是说，在整个一个区块里面呢，它就是一个老街，它是由点而线而面的。我们没有办法像三峡的老街啦，像什么这个北部啦，或者是西螺啦，或哪边的一个老街呢？因为我们经过2次的大地震，已经没有大家观念中里面认为的老街的那种印象了。是。东西啊 Q 给路，没 Q 用嘞，没 Q 款嘞。没 Q 用嘞哈。经过200台地图，所以呢，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涵盖起来。那里面有呢，有产业，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习俗的有一些的这个编织的等等之类的，还有呢，我们最具有文化代表的一些庙宇等等之类。那么另外，我们以东势客家文化园区这 Q 火车头的来讲呢。那大摆来，大摆满经营者，生意好无？从来唔是甲讲过，欢喜喜，面带笑容，讲生意好得不得了。不过据我所知，经营真的是很难，所以呢，我们在开发一个园区，你要去经营的时候，这才是最头痛的。是，那我再回归问一个问题，它产权就不是属于我们，我们要动刀动土真的很困难，里面下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呢，主委。对，这个我们也在处理啊。产权的部分呢，国有财产局的部分没有问题。那么呢，这个铁路用地，他们也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是愿意继续租给客委会，来营运这个客家园区这一块这个区块。那我刚刚提了来呢，比如说我们准备还要再加强的那很多包括艺文的表演啊，我们呈现东势的一个客家文化的这些元素等等之类街头艺人啊，还有呢，在园区里面，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客家先人所使用的一些的古文物，是日常用品等等之类，我们那边也可以变成一个青年，我们东西啊还有产业呢，像将来不管你在
这个文创产业部分、或者艺术方面都可以来这边。所以主委，虽然就东势高工的那个校地我们让出去了，可是我们会加码，更用心的做好这里的整个营造。好，该帮求中爱的敲门哦，既然燃气年类也无简单的吼，其实跳下有讲到做教育到讲咱个实验教师唔会难，不过你行引导下手，好上个幽默，个做大台的为内利用感应多么呢？我要特别讲，以后这个公办民营的学校，既然叫做公办，所以它是平价的，大家都可以去的，租也好租，可以使用。这一边刚才有青年朋友讲到，要回来有产业进来，所以届时可以在地产业那边有地方可以进来，不会是只是一个空的馆所在那儿。大家还有嘛个其他的想法也做的表态，那个嘉许个欣赏。好，下感恩复合试验区嘛。好，复合试验区场馆的规划、设计、新建，在新建之时，在过程里面应该广征各界的意见，还是要再多听乡亲意见跟看法。把我们东势大埔镇、大埔腔的重镇融合鲜明，在此开垦的过程，过去与现在的特色融入在建筑物中。现在这个讨论你要太改的话，缺乏了，还是要弄进去。你不要说原来的改就好了。你要怎么吸引人家来，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好的，展馆的内容的展示文物，一定要把过去鲜明的文物纳入，请我们的所有乡亲能够提供你的鲜明使用的文物到我们的展馆里面。第三点，动态的汤山所贩售的产品要有特色，不要像去很多地方，贩卖东西都一样。我经常很喜欢去。我们家都是逛老街啊，那老街发现很多老街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样的。我们如何发展我们的特色，这很重要。另外一个动态的东西，表演节目各档期表演节目的设计不能流于俗套。我讲最后一点就是我要建议我们的长官、主政者、我们主事者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们在东势发生，只要一个政府的单位，你新的推广的案件都会面临了很多的问题。一个新的构想面临很多问题，那么如何能达到当初的理念？功能效果很重要。我想，我们要从一开始园区的配置、场馆的新建、内部参观的动线、招商、交通的动线，之前跟之后的推广行销，这些都很重要。那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这个层层的环节，应该都交给专业的团队，各个专业团队去处理、去执行、去推广。还有其他乡亲朋友也发言表达意见，那个小金你好。我们东势呢是全国众所皆知的水果之乡，但是我们的收获跟付出是不成正比的。那如果有一所可以属于我们东势专业的农业及客家工艺结合的大学，培育下一代更多的专业的农业技术及行销，有了大学以后，不仅可以培育我们当地的青年们，也可以带动我们整个东势的经济效应。我们是不是很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继续留在东势？像我们东势，我们的很多的手工艺编织蓝染，包括我们的东势很多的一些技艺，都可以融合在这个这个大学里面。对对对。然后呢，我的想法是说，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呢，它是当地相当重要的指标，学校可以跟园区结合，有个发展的平台。谢谢你。所以小姐提到的意思是说，其实偏向做人教育实验园区的话，它在功能上可以跟我们现址所拥有的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可以做个补强。好，其实因为基本东西气总也都填充了哈，我们有请区长也把意见表达一下。今日听到俺都乡亲对市政府的期待，希望讲无关系客家多功能文化园区还是教育实验基地，其实最后最大的目的是希望什么？就是希望东势可以借这件事情重新振兴起来，对不对？对，那这是我们最大的共识嘛。对，那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之中，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当我们政府的预算真多钱编落去也是，其实就国际展演中心，其实就很厉害的客家故事馆，干够按来投资了几多钱？你就想够嘛？其实后续的经营规划 ，NDUOT 嘛 ，ROT 嘛，按个很去的新玩意，其实就落去编落去的，但是每年回收会多少？你权利金拿给到100万200万吗？
按所有的纳税钱是谁出的？所以这个就叫做自偿率。我进前头考清水文化园区的时，俺就做过按的评估，到按照自偿率，那自偿率不大于1的话，所以就特别落去总会人民的纳税钱。哎呀，这个天天想看嘛，你讲今年啊，标金多钱都因为抵报啊，但是实际收入的效益会有多少？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纳入评估的。这当然也是要专业。好，那接下来讲到说，未来不管是教育实验基地这件事情来讲。它可以带来的是多功能式的，它可以有有机农业啊，也可以是青年返乡，这些都很好。但是呢，大家不要忘记，不要 focus 在东势高工这件事情，要做客家文化的延续。其实，在这个文化园区，像主委讲的，它可以扩大它相关的产业教学，对，它可以往上延伸到我们的美食街。另外还有巧胜先师庙、吕伯公庙。接下来呢，还有市长承诺我们的河滨公园活化，这些从点到面到线的串联，这都是东势地区产业复兴很大的一个利基点。区长也会多方面的来协助来推动。当然没问题。好，还有阿爸也会发言。阿伯你好。今天听了个局长，他个主委啊，都把那个真正的一个梦想，梦想嘅愿景，感觉非常。在地方人就真係就大部分人就希望啊哈，當然那個希望我個到來實現。冇個像以前啊，特區政府都講衝北強南唔記得東岸。哦。太補給本來當然較少，客家文化呢，有文化範圍真大，講不青葱即係就語言，然後冇語言就冇文化，所以講。太補給本來就算少數嘅，係唔咩能夠繼續嚟本人太古拍嘅呢個語言呢，國家通俗到特啥都算是嚟使用嘅。啊，像你講到語言，係唔係能擺去教育人去做起咧？大家做啲改變上課也係嘛嘅。上課啊吼，係唔咩講人推廣人乜嘅所有嘅公司行號商店嚇，盡量本嘅人。利用嘅機會，個公共場所能得利用。好，你意見。還有鄉親朋友也提出看法嗎？該有上映，我們先請那個戴眼鏡年輕人。兩岸的園區的貨車都干那兩岸的西，根本人100口，那西了一天哦，人抽都冇想要抽。但是當然，如果說你把這個火車把它拉到東勢高工，就東勢高工，再把它拉到。我們的那個林文化園區，再把它拉回來，這個是一個很有噱頭的賣點。是好，還有鄉親朋友有反應的嗎？來改信上，我們先請戴眼鏡的先生。有位長輩講的，他說老街，其實我覺得可以再回去看一下花東那邊原住民他們的做法。那大家的想法就很簡單，他們沒有富麗堂皇，但是他們是以誠待人。所以我希望是說，在軟體方面，我們希望說，大家年輕人，不管是長輩們、年輕人都可以回來。那怎麼樣去建構這個平台，我覺得是蠻重要的。那我希望說，大家也可以提供自己的熱情。那尤其像最近他們原民會跟交通部觀光局在做的是深度的部落旅遊。他們做的那個打工換宿秒殺，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也可以做得到，因為號召大家一起來整理舊東宮啊。對，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做得到。那另外一個就是剛才大家討論到就是教育的少子化的問題，其實我們也上網看過了，從宜蘭、雲林，甚至到彰化的芳苑、新竹的香山，還有台南，他們都有類似這個教育園區。然後這個教育園區呢，每一個園區基本上都那個教育的那個學校。人口是逆勢成長，跟局長講的一樣。對，然後還有就是跨區就讀的也蠻多了，我覺得這個會增進我們這邊地方的發展。該局長，跳下鄉親又開始討論到，其實做那個多功能性嘅，讓佢每人你還都實際用得做，你都幾多個位堂你吼，還實際嘅規劃。我自己身為客家人，我在每一個地方，不管我在教育部，我在苗栗工作的當局長的時候，我都推客語，推得非常厲害。我說厲害不是說多麼成績多好，我是說我非常的重視，所以這邊我跟主委合作，客語生活學校從幼稚園就開始推。這個學校以後它的課程內容，這不用講，一定有在裡面。第二，客家建築的意象，我們東勢地區
不管后方或是我们东市这些好山好水的意象，所有的建筑师他在建当地的建物的时候，一定是融合当地的特色，这个不用讲，这一定会的。第三个，我再说一次，公办民营的学校是全民都可以的，是平价的，不是私立学校的收费，是对里民而言是大家都可以去公园化的，它不会关起来。甚至它是没有围墙，是大家都可以去，但是会得到很好的管理。所以以上我特别补充，以后大东市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计划进来之后，是不是来观光而已？是会有人来定居，天天消费，变成我们东市人口的增长。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很进步的高中在这里，甚至以后我们想打通到大学。好，补充完毕。谢谢彭局长补充。该改用亲朋友，好，抢讲。我去附近的那个，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啊，很多我们的乡亲去东市旧高工那边去做运动、去做活动，我去调查，我去问了，访问他们。我说，如果这个不做多功能，客家多功能文化园区的话，我们希望做什么？是，他们就讲，他们什么都没关系，只要这个不要给我围墙围起来，让我们有地方可以散步，让我们有地方可以休息。想要利用它。我们的乡亲呢，年轻人呢，他到外面去工作，他的父母呢年纪大。他不知道送到去养老院，他父母不肯，而且经济也不允许。是，他们是建议是说，如果是说刚刚讲那个教育部，我们教育局讲那个什么学校，如果有一个残青，还有一个残照的话，他们上班的时候可以带他爸爸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老人家有去处譬如说尿布之类的了哈，带一个喜欢吃的甜食，就去那边上课，去那边活动，去那边游戏。晚上下班的时候，那个子弟就把他接回去家里去住，他可以顾到天伦之乐，而且他可以父母他也很安心的去上班。谢谢。谢谢你，这位先生。好，该抬购。这个921地震，我们都是有重建的机会，但是我们失去一次，所以今天人家都讲我们东市什么都没有建设。我希望透过这一次，我们东市要有这个教育的实验园区，别的地方没有，我们所取一子，好不好？是，好，谢谢各位，非常感谢。所以采题该出面，又崭新也又反对。不过这个沟通的工作应该不会停止。那大家对客家文化落实到在地发展的这个期许也是不会停的哈。准备主委应该结论。东市国公的 QG 变做那个实验教育学校包括人家客委会要怎么样的结合我们东市的乡亲，共下过来推展发展的客家文化。那也不止这样子那包括我们市府的各局处要怎么在东市来做建设？是，大概除了公部门要做，当然也绝对不会是画大饼，也不会是打高空。那我们乡亲要怎么样来一起来打拼？我想呢，应该是我们东市不要长期被外面的乡亲都认为说。东西你无统计，东西无建设，我想呢，你拜党和的机会呢，拜托因所有的乡亲呢，他一个统计起来，用上来和东西做一个党和的发展。好，非常感谢主委。其实了解也非常重要，非常好了解公民会议进行个落实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也祝福大家平安快乐。今天再会。